世界柳巡禮，主持魏美珍、莫佩文。台灣旅行呢，就應該好多朋友都去過啦，我覺得個氣氛都幾好，文化都好接近啊。有啲人呢，就會去創業，因為咧睇到啲數據就話喺台灣創業成本呢都相當之低嘅。周公子 Peter 咧就話都唔係咁容易嘅。Peter 頭先就自己講咗親身嘅經歷啦。除咗創業咧，近年就多咗好多年輕人呢去台灣讀書嘅，係咪都係一個潮流？我諗香港教育制度逼成啦，係咪先？香港大學唔多，門檻高，亦都唔係咁多家庭可以俾自己嘅小朋友去外國其他地方讀書，即係我諗可能身邊有啲朋友話去加拿大啊、英國啊咁嗰啲，每年講幾十萬最少。咁但係去台灣讀書平喎，係幾多度咧？如果一年其實淨係講學費啦，平咗上嚟睇下邊間大學啦，由萬零2萬港紙到3、4萬度一年喎，3、4萬港紙，我諗好多家庭啦，父母辛苦少少都應該都 OK 嘅。咁同埋一樣嘢就係台灣好興個叫做打零工啊，做散工啦。小朋友嗰邊讀書嗰4年又可以做下嘢啊，讀書壓力又唔係咁大啦。咁同埋喺台灣讀書好得意嘅喎，台灣嘅英語水平普遍都係爭少少啦。咁我哋香港嘅學生喺香港基本嘅英文水平又比較高少少啦。咁好多香港學生過到去頭嗰1-2年咧係威係勢嘅，哇！你啲英文好勁喎，咁啊個個都話哇香港仔好叻喎。咁但係咧其實近呢幾年咧都係啦，咁個水準比較參差啲。咁唔關香港學生事，而係台灣嗰個教育制度少少轉變咗。咁以前大學冇咁多，而家全台灣我冇記錯160幾間大學。香港好多學生已經我申請唔到呢間，咪申請嗰間咯。咁尤其是而家轉咗 DSE 之後咧，你得10零分嗰啲，咁你點咧？再讀啊？定係去外國咧？咁可能台灣讀大學係一個比較好啲嘅出路咯。但係我哋最近呢都睇到有啲新聞呢，喺留台嘅學生讀完書之後都難揾工啊。係咪有個錯配嘅問題？即係話喺香港人去台灣讀書係比較讀多啲係文科嘅。咁當地係適唔適合揾呢一份工咧？我覺得兩睇啦。第一就係話可能有啲學生係為讀書而去讀書，因為冇外國學校肯收，或者叫經濟問題，或者係我唔想再重讀，我就係 DSE 揸住10幾分。台灣有學校收，讀咗先啦，翻嚟先算啦。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點嚟嘅。其實台灣有好多學校嘅科目係好正嘅，台大醫科、高雄醫學院嘅醫科，好多澳門學生去高雄醫學院讀醫科，而只不過就係話嗰邊用中文授課，我哋香港好多嘅學科唔承認，咁但係澳門有某一啲會承認噶嘛。咁要睇下你去邊間大學讀乜嘢，譬如東吳啊、政大啊、成功啊呢啲，你要揀啱科目，咁你先至可以可能有個好嘅出路。20-30年前過去讀書留台嘅醫科學生，而喺嗰邊係出路好嘅。咁但係而家去讀嘅，可能我根本都唔係去讀一啲專科，我讀設計啊，我去讀服務業啊，我去讀一啲叫做可能係機械嗰啲，咁你嘅出路可能比人低咯。咁仲有就係頭先都提過語言，可能香港學生英文水平可能會個別比其他台灣學生好，但係你嘅中文水平未必喎，係嘛？因為中文水平好緊要，因為我哋講慣廣東話，而到嗰邊係講國語嘅時候，你要拎住支筆去寫中文，一個問題啦，因為全部嗰邊授課以中文為主，再嚟就係話我哋嘅母語係廣東話，嗰邊國語，再如果喺中南部嘅，仲要用台語，咁佢喺嗰邊揾嘢做咧，可能就會蝕底啲。有啲人中意去台灣創業嘅，睇啲雜誌啊，都見到啲香港人去開民宿喎，呢樣嘢又點睇？我好欣賞喎，台灣咧本身有呢種民宿嘅文化，宜蘭啊、花蓮嗰邊有幾個香港人咧買地起一啲類似我哋講地中海式嗰啲咧小白屋，整咗間屋咁嘅，同埋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咧？民宿有規定嘅喎，唔可以超過6個房嘅喎。係啦，冇錯。因為嗱，如果超過6個房嘅咧，就唔可以當民宿，就要當咩？就酒店㗎啦。OK，好似做外國嗰啲叫 B&B 咧，我朝頭早嚟好簡單，有啲簡單嘅早餐，咁你就自己出去玩啦。咁但係而家都服務好好㗎啦。你今晚想食乜嘢啊？使唔使我買定餸俾你啊？夜晚我煮俾你食啊？當然收錢啦。咁民宿係有得做嘅，而且個發展機遇係更加好添。咁但係當然啦，你要投資做民宿，最基本就係你要買地，起屋喺台灣咧，地有地稅。
房屋有房屋稅嘅，仲要每年俾嘅，譬如 apartment 嗰啲咧，咁你就每一年大概要俾嗰個房屋稅係大概 1.3% 度啦，係每年俾嘅。咁你俾到幾時咧？政府將你間屋嘅估值約莫50年度咧，即係 depreciate 晒啦，咁你就可以唔使俾，咁都幾金下嘅。俾民宿嗰啲咧，你笪地，譬如如果你買翻嚟1000萬嘅，俾3%嘅。咁其實呢啲就類似咩？好似我哋香港話俾差餉咁樣咯，嗰邊冇差餉噶嘛，咁啊每年都要俾地稅同埋屋稅咯。咁我就比較有興趣咧，我做民宿嘅生意可唔可以當係投資移民嘅咧？以前話400萬台幣就可以移民啦，而家要600萬不動產，咁你就要擺喺度。即係大概147萬85萬港幣到，150萬港幣到啦。投唔投資得過？真係有我講嗰句啦，你要睇下邊度位置人流咯。但係可以係 count 投資移民嘅。做民宿可以，仲有啲法規喺度嘅，有個時間性喺度，唔係話我擺喺度買咗間屋改成民宿你就即刻可以移民到。本身以為對台灣都頗熟悉啊，經過周公子嘅訪問之後，原來好多嘢都好陌生。唔係。咁有冇啲會做喺一啲節目啊，或者係資料多啲俾我哋香港人留意一下，先至再諗下係咪嗰邊投資？有一班志同道合想做一個節目咧，就係去講台灣，就唔係講美食嘅。我哋希望可以帶出一啲台灣嘅生活文化點滴，俾香港嘅朋友知道啦。譬如喺台灣其實唔係淨係去行夜市食雞扒嘅，咁原來一啲生活文化，譬如舉例，你住到幾靚嘅大樓都好，唔同香港，有人慢慢幫你倒垃圾。係咪？冇㗎，自己要拎出街。係啦，台灣咧倒垃圾咧係要自己倒嘅。有冇印象香港某某雪糕車嗰個音樂啊？記唔記得？記得。係啦，嗰個音樂一聽到你就會知道雪糕賣係嘛？咁但係原來嗰首音樂咧喺台灣咧就係垃圾車。咁咧就我哋喺台灣生活咧，就屋企咧就喺屋企裏邊都要將垃圾分類嘅。係自己屋企，譬如食剩嘅廚餘啦，咁譬如報紙雜誌啦，電芯啦，即係呢個 recycle idea。係啦，全部都要分好晒。咁夜晚咧，譬如你聽到垃圾車到咧，咁我哋就要拎落去垃圾車。有雪糕嚟啦！嗰陣時試過有朋友嚟探我，台灣有雪糕食啊，咁我哋咪去買咯。咁佢見到個垃圾車，係啦，呢啲譬如垃圾分類啊，咁我哋希望可以話俾到啲香港朋友，因為我有好多香港朋友去到台灣玩話，冇搞錯，台灣都冇垃圾桶嘅，就係因為唔想啲人亂咁掉垃圾，同埋咩咧？喺個垃圾桶裏邊污糟邋遢，啲垃圾掉到亂晒咯。咁呢個係一啲生活點滴咯。咁我哋希望可以將唔同嘅生活點滴啊、文化話到俾香港啲朋友聽。好，咁啊多謝晒啊周公子 Peter 上嚟我哋嘅節目，同時亦都好期待你嘅節目推出啊，拭目以待。世界樓巡禮 AP 世界物業顧問助你瞄準環球優質物業，摸唔清海外樓市，睇唔透回報潛力。AP 世界物業顧問提供海外置業資訊，助你了解各地法律、經濟、稅務及風土人情。無論自用、投資抑或移民， AP 世界物業顧問都會介紹合適嘅海外樓盤，幫你以相宜入場費坐享理想回報潛力。逢星期六中午12點喺新城財經台， AP 世界物業顧問更會解構環球樓市，帶俾你世界樓巡禮。